第一篇章以一個老年人嘅我啦，就去開始講故事啦。然後佢就提出一個疑問，書裏面係咁講嘅：你永遠無法肯定話自己絕對唔會殺人，呢個係冇可能噶。你最多可以咁樣講：我希望永遠唔使殺人。我都一樣，希望擁有充實又美好嘅生活，做個平凡不過嘅人，能同其他人平等咁企喺一齊。我亦都一樣想要為全人類嘅建設盡一分嘅心力，但係我嘅希望落空啦。做人利用嚟落實一個後嚟先驚覺嘅醜惡又瘋狂嘅藍圖。我跨越咗黑暗邊界，所有的黑暗罪惡一股腦鑽進我的人生。再回顧一切，已經無法補救，永遠無法挽回。我都講咗，我同你係一樣嘅。哇，嗰句呢，我同你係一樣嘅，即係我原本係一個正正常常嘅人，即係我唔係身處喺德國嘅話，如果我唔係被納粹利用嘅話，其實我都唔會去到呢一步。咁當刻呢，我都喺度諗啦，咦，佢講得又好似係咁樣，即係我仲未睇後邊嗰啲故事嘅，點樣變成一個殺人魔。咁但係我已經被佢呢一段嘅說話深深咁樣陷入去，好似一個深淵嗰度。所以我就覺得一步一步咁樣啦，我哋墮入咗啦，作者啦就向我哋設下一個道德嘅陷阱，就已經跌入去噶啦，就好似變咗我會唔會同佢一樣噶？所以嗰日呢，我睇呢一段嘅時候，確實好痛苦，我諗唔明，最後諗唔通啊，冇答案都好，但我覺得呢個小說嘅魔力就喺呢一度，至少我痛苦地思考過。